再来看中非国家喀麦隆的总统大选结果是已经出来啊，已经92岁的比亚当选，展开伊第8个总统任期。不过，所有民众质疑这选举的过程有违规，所以爆发大规模的抗议。soit 53,66%。宪法委员会宣布，喀麦隆12号的选举结果，今年92岁现任总统比亚赢得票率35.19%败第2个对手贝克瑞，连任第8届，延续伊自1982年以来的统治。新的7年任期，可以会当掌权一直到要到100岁。贝克瑞恳借这项宣布，叫民众出来抗议。a arraché notre victoire et nous le peuple que nous réclamons notre victoire. Et déjà, ils nous ont tellement programmés. Nous sommes fatigués pour lui. On amène le Tiroma. Il faut que le Tiroma. 选举结果公布了后，喀麦隆有几多城市发生冲突，尤其是商业中心杜阿拉，一个北部城市加鲁阿，有人甲路封起来，爆火烧车链啊，报道讲有人死亡，200人被掠。Ne va pas être un mandat de bon augure pour la société camerounaise qui. 非洲联盟认为这边的选举大致上符合标准。由8个当地民间社会团体所组成的联盟讲，这边选举有几多项无啥正常或者是违规的代志，亲像死人投票，也有做票。喀麦隆政府讲，这边选举过程有超过5000位国内外的观察员核准来监督。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